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政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台湾牛，是在台湾即马已经进展甲讲，屏东科技大学有迄个教授，会当将荷兰牛的种改良甲像台湾的赤牛啊，遮尔会当伫烧热。英国有真侪台湾的俗语嘛咧讲牛，毋过吼，真正科技进展，连咱过去的俗语要讲，即马就真正吼无啥会当料想安尼。国政先来讲头一句，人以早咧讲牛快砍，人饿了啊，即马牛嘛无法度讲遐快砍咯。竟然有才调改良甲荷兰牛，像台湾的赤牛啊，遮尔会当得热，这实在是牛嘛歹料想啊。毋过即句俗语咧讲啥？咧讲牛快砍啦，牛要砍去地，咱就目睭看甲明，人就饿了啊。人有当着啊，若讲机会打着，互你半当一当，趁一个机会嘛有可能呢。毋则四句人咧讲，牛伫咧快砍，人饿了，无福气，趁钱蹲袂牢，啊有通食用好了了。百般是为着腹肚枵，当然现代人毋是讲干那为着腹肚枵，有当着啊真侪人，伊是为着要贡献社会，这咱嘛得爱相信。毋是讲我食饱就好，真侪人肯将伊的所学摕出来奉献，这就是望讲要互社会更较进步，要互伊关心的主题，更较侪人真正看会到。啊，若讲肯担，肯带责任，俗语第二句，原来甲牛有牵连。人讲做人就磨，做牛就拖，这样影。世间出世来做人，你若讲要想一个较悲观来讲，做人真艰苦啦，有影做人就爱磨啦。若肯磨，国政爱相信讲，磨落去拢是你的，你肯受艰苦，你肯遭遇困难，所有辛苦的过程得来拢是你家己，无别人呢。啊，做人介要紧，就是讲爱得经过种种艰难的过程，毋通斤计较，毋是干那讲甲朋友中间。工作同仁中间计较尔，有的人搁较含的，毋若计较，搁会相得。毋则俗语原来一句话讲安那呢？讲有一款吼，专门牛条内伫咧搭牛母。这牛条内咧搭牛母，原来有人讲有做牛条内伫咧恶牛母，总是即款人，咱着爱认真甲想。小环境、小公司安尼搭来搭去，永远工课着办袂好。莫讲是大个国家，迄嘛相像。敢若一直当头空。要对内底去搭，要对内底去学，毋愿讲认真行去到外口咧喷，工课要怎样做会大拍，路要安怎样行会开阔？你讲看有影无？过来，国政过来讲一句，原来较早的人俗语话咧讲牛啊，牛各种的生活中，咱看到种种激励话语，一句咧讲俏谈的，讲趣味的，就是讲牛爱抱脏水，实在人较早都毋捌看因，毋则讲牛哪会抱脏水咧？这讲表示有够咸的啦，因为吼，永早农业时代，看来嘛牛，看去嘛牛，毋则会讲牛的俗语话满是。连讲国政要搁强，要搁扣，要搁来甲你讲，甲牛有牵连的俗语话，爱用过去的时代应用到目前，有当着啊吼，俗语咧变迁，咱真趣味，配合即马100年变化来到台湾现实的局势，这俗语原来共款用会着，原来共款讲会行。